Hello， 小朋友好，又到了今日嘅汉语课时间咯。今日学好乜嘅呢？在上课学东西以前呢，你先来唱一条大白上课会唱嘅歌诶，好吗？小朋友，今天又到了上课语课的时间咯。在上课之前呢，欣赏。要先来跟大家复习一下，我们每次上课大概上课之前会唱乜嘅歌曲啊？每次上课以前会唱什么歌呢？对，天气歌。但是呢，显商这边没有日子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说今天是110年的6月9号。好，那我们来说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110年6月9号，今天是星期三，所以我们要叫做礼拜三。来，换你们说一次咯。110年6月9号，今日是礼拜。好哇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来唱一条歌诶。今天要唱的歌呢是天气歌，但是呢，圣先生啊，有带我们去看一下好高的游乐器，还有上一节课的时候，圣先生是带我们看到教室外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学习教室里面的，来看一下教室底部的东西哦，来看一下教室里面的东西哦。好，所以呢，结果圣先生在拍的时候是那个田，对了，落一田，所以我们为了配合圣先生，那我们一起来唱咯。今天的天气是落一田，落水田哦，好不好？准备好吗？好了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小朋友今日是礼拜几？礼拜三嘛，礼拜三。看看天是黑样板，今日天是黑落水天。冇错啊，其实呢，圣先生拍的那一天呢，是落水天。然后呢，今日啦，圣先生要带大家去看教室底部的东西，要去看教室里面的东西。可是呢，今天的圣先生啊，他找了一个新同学出来哦。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小朋友好啊，今日的天是黑用班啊，是落一天吼。今天的是什么天气呀？是下雨天。不是阿峰哦，唔错，唔系阿峰。也不是阿 U 哦，也不是 UU 哦，唔系阿峰吗？唔系阿 U， 是新同学。唔对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圣先生找谁要带我们去看我们教室里面。你哋下就来看圣先生而带我哋去看教室底部有乜嘅东西，好吗？准备好吗？好嘞吼！1、2、3 ，Go！ 小朋友还记得上学6件事要做什么吗？哦，我唔记得了啦。哦，你还不记得了哈？没有关系，今天呢，圣先生呢邀请了一个小朋友呢来跟你们记得哦。这是谁呢？让我们用掌声欢迎
阿玲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玲。哦，原来你个新同学很多阿玲，阿玲，原来我们的新同学叫阿玲，阿玲呢？阿玲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吗？哦，原来啊，佢讲的话，挺久冇来学校嘞，他怕你们太久都没有来学校了，就唔记得，唔记得。唔记得，忘记，唔记得，忘记什么呢？上学6件事，上学6件事，上学6件事，上学的6件事。好，那上学是哪6件事呢？我们来听听阿玲跟你们说咯。唱。上课会做乜嘅事情哈？两下咧，阿玲呢带你来学校，我们一起来复习哦。第一件事要到校门口，先量体温。第二件事情要，请问可以走车棚吗？说对咯，走廊。好，走，行到两邊。哦，先做乜嘅呢？哦，老海抽屉。放到鞋柜里面，再走，走去哪里呢？哦，进来教室要说什么呢？哦，行到礼貌线，老卖人讲诶，讲先生按坐，小朋友按坐。很强哦，很有礼貌哦。来，小朋友帮阿玲先扑扑树。哦，原来阿玲讲上学6件事，第一件事情係乜嘅啊？冇唔錯，量體温，要量體温，佢唔要發燒冇？發燒要量體温，看你有沒有發燒。迄個有發燒，用誒，如果有發燒怎樣？就做唔得來學校咯，就不可以來學校了，就要轉去屋企結困，對不對？好，那你量體温，還有呢？你們可不可以從旁邊的校門落來呀？可以嗎？從車庫那邊的。那個廚房阿姨、做飯阿姨他們那邊進來的，做唔對咯，我哋那位大門落去，要從學校的大門進來，大門進來以後呢，然後先去辦公室順風嘅那位，錯。停一下，我的辦公室順風給停一下，要在辦公室旁邊的那個中間的穿堂停一下，那邊做什麼？量體温，要量體温，體温然後呢，你這樣做到行到教室，走到教室，行到教室呢，你的鞋子鞋或者是鞋，你的鞋呢？就要放到哪？放到海盔，你的鞋子就要放在鞋柜，不是海边的海龟哦，不是海边的海龟哦，不是海边的海哦，是鞋子。那海盔不是海龟哦，再一次哦，海盔，对，海盔就是鞋柜，你嘅鞋也要放到海盔底度，要放在鞋柜里面。过来呢，你到教室，进到教室以后要怎样啊？原来你都还有一条礼貌线呢，原来你们还有一条礼貌线呢，行到嘅禮貌線嘅朋友用嘅啊，走到禮貌線那邊要做什麼？原來愛同先生上家門，原來是要跟老師打招呼哦。那你們要怎麼說啊？
哦，阿玲说是要说欣赏按奏，欣赏按奏。对耶，每次熊欣赏入教室的时候，你们看到我都会说熊欣赏按奏，对不对？欣赏也会对你们说小朋友按奏。啊，好怀念哦！真想念你的喂，好想你们哦。好，那阿玲呢？进来你们的礼貌线同欣赏上家门打招呼以后呢，接下来还要做乜嘅事情呢？你个继续看下去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哦。俩下呢，留餐盘袋，不用到公主柜打开来，不用进去，不用好呢，还要做乜嘅咧？做乜嘅呢？留水壶罐呢，不用到你的号码，不用好。有做留不用呢，挂起来，要把衣服挂好。好。念落礼貌先不用同欣赏上家门过后呢，就是落来不用到嘅翻宝台耶，不用到嘅翻宝台耶。原来礼貌先跟老师打招呼以后呢，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放你们的餐盘袋翻宝台耶。然后第四件事情是乜嘅啊？不用水壶，放水壶。为什么要放水壶？对吼，都大3年当嘅学校都有不用水壶，你们每天都有带水壶来学校。韩国呢，你上课以后，上课之前，上课后，出去攞杯教以后，我们上课以前。上课以后，还有呢，去攞杯教以后，去外面玩回来之后呢，都要湿茶或者是淋茶，所以一定要不用水壶放水壶。再来第5件事情是什么嘞？黑乜嘅呢？你都懂厉害耶，一下就想起来了。原来第5件事情就是你那是有做也是有做夹的。如果你有穿外套或者是背心的，那你嘅衫褲就要吊起来。你有带外套或者背心的呢，你就要先去挂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挂起来伞裤吊好以后呢，撒下来第6件事情咯。第6件是什么事情啊？吊好呢，做乜嘅？去拿你的乜嘅日计划，抽到你的灯呢，然后就做对画图了哦。小朋友记得吗？画图，画乜嘅图呢？画什么图啊？画什么图？对，画日记法，画日计划。阿玲呢？给你看哦，要做乜嘅事情哦？你要记得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 ，OK， 我要做了，拜拜，张来了。哇，是不是啊？那个阿玲怎么那么聪明？阿玲记得啊，她知道说啊，你们一定很怀念你们的日记法，还有再要怕你们忘记唔记得上学6件事情，所以呢，她就给你们看了一下你们的上学6件事，送好6天诗哎，那你们记起来了吗？记起来吗？好，又到了分享影片的时间咯，又到了分享影片的时间咯。今晡日有哪位同學做得來分享影片呢？
今天又有哪一些同学可以过来分享影片呢？大家慢慢的看，大家慢慢的看。有暑假今日嘅心情好冇？當歡喜，出門愛帶風吹嘅，進嚟愛拿茶壺寫書。要把样片滴度蒙你没有关系，如果这一次的影片里面没有你没有关系，下一回就有你了哦。欣赏等你给样片哦，老师等你的影片哦，就按钮咯，拜拜，张来了。